就是直播，那天就是我是从来没有在抖音上买过直播，那天因为是咱家自己嘛，我就打开抖音买直播，我还不会买，9块9怎么买？跳出来一个65块，哎，算了，为了看赶紧买下来吧，我就买了个65，现在我还有余款存着啊，就是随时可以去看别的。那天确实我就看到这个人数吧嗒吧嗒吧嗒在涨上去的时候，然后这边的小伙伴也不是因为我那天我没在现场，是我们现在已经多少多少了，就是高兴的不得了。最后跟我说，毛老师，我们好像觉得可以冲到多少了，冲到多少了。然后当他上到900万的时候，我就说小伙伴们再努把劲，咱能不能冲1000万啊？但是戏已经快要结束了啊，就是，所以最后能够达到960多万吧，960多万，我觉得这个成绩确实是，蛮可喜的。当然我知道这个并不是实际收费的，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还有3分钟的就是免费观看嘛。那有些人路人可能看一下，有些人是买下来，有些人可能并没有买。那这个统计是从那个一开始就统计的，所以这个现象出现之后，我们这边受到过很多质疑，就说，哎呦，毛卫涛他们现在不得了啊，就是都可以买流量了啊，就是。其实我们穷得不得了啊，就是我们只是真的是借助了现在互联网平台上，尤其抖音现在在做国潮风，做传统艺术，可能我们也正好踏上了这样的一个抖音现在在宣发当中的一个热点，成为就是一个那天应该说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现象级了，上热搜了嘛那天啊，然后后续又因为一些。什么老公姐啊之类的这些转圈圈啊，就是一下子真的成了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今天这个传统戏剧国办院团当中少有的这样的一个在自媒体当中的关注度，比较真的是罕见的。就是您刚才说的是孤注一掷嘛，当时的这个状况。有点。孤注一掷，你们想赌的是什么？我没有想赌什么，就是做任何事情你都要，你总要去做嘛，你不做你怎么知道？但是你做的时候，你一定是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我有时候会到艺校去看我们的小百花班的小姑娘们啊，一个个依然像陈丽君他们那时候练功一样，哇，练的那个腿多乌青啊，就是翻跟斗翻的，就是哇哇哭之类的啊。我就在想，他今天付出这么多，将来他去哪里？他去干嘛？有多少人去会认识他们，去接纳他们的艺术？那与其这样，现在15、16岁、13、14岁，还不如让他们好好读书，学一点别的本领去。真的，我常常坐在底下会冒出这种念头来，所以我每次看完这种学校的学生汇报什么的，我都会鼻酸。我会担忧他们的未来，然后我就在想，既然我现在拥有一点点这个平台，我不妨来试试看。这个时候非常巧的就是出现了上海像类似于一台好戏这样的这种，当然小剧场沉浸式已经是很多年了啊，剧本杀，但是一台的这个现象是我知道的比较晚。当我知道我第一次去看阿波罗尼亚的时候，我是正好出差从南京弯道去上海的，然后也提前了几天跟汉坤说我要想现场去看一看，结果没有票，给我加了个座位，还坐在空调底下，回来还感冒了，被吹感冒了。那天全满，我去了都没票。第二个现象就是在亚洲大厦的大厅里，全都是那个长三角来的姑娘们的手提箱搁在那儿，就可能今天看这个，明天看大剧场里的啊。那时候大剧场里正好在演谁，演大龙的那个小说，啊，那个，对。然后反正上海还有别的嘛，别的剧院里的很多音乐剧啊，这些明星话剧的演出。所以我当时在想这个现象，它为什么？所以我跟汉坤在聊的时候，这是第二次，我又一次汉坤邀请我去看另一台他新打造的，也是在亚洲大厦的另一层楼里头的一个空间剧场。
当然他们都是引进的啊，从韩国或者从百老汇引进的音乐剧。然后它的特点就是男班，它全是男演员，里头的女角色都是男的演的。我跟他聊的时候，我之前跟媒体都说过，我就问了他2个问题。我说第一个，我说汉坤，我说你今天打造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对标什么？你是对标百老汇啊、伦敦西区啊，还是首尔大学路啊？然后是我什么都不对标，我剧目是从他们那儿引进的，但是我在今天做这台作品以及我的运营模式，我只针对对标今天人的生活方式，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强调了一个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就说，那你这样子说，我说上次来看阿波罗尼亚，我说你们全满，现在是怎么样呢？依然100%上座率。那差不多那个时候已经1年多了，阿波罗尼亚已经上演一年左右吧。然后桑塔洛奇亚是叫桑塔洛奇亚吗？桑塔洛奇亚刚刚上演，也是一票难求。所以我面对这2个现象，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试试看。但是我还是在想，我与其搞经营，我不如直接把阿波罗尼亚什么引进到这儿来好了，杭州人就不需要跑到上海去看了啊，这边的周边可以在这儿看。但是没想到汉坤跟我说，毛老师，我到这儿来，我一定是做粤剧的，而且我是做女班的。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一下子让我廓清了一个思路，我就觉得应该打造一个用一台的运营模式打造一个我们的自己的粤剧，当下年轻人受众的粤剧。所以其实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你们就是去尝试。我们企图想去碰碰年轻人，看是不是年轻人愿意到这儿来。其实效果很好，就是现在北京的《红楼梦》粤剧在北京演的，现在已经票都卖了。是北京的粤剧团吗？对，北京的粤剧团就是业余的了，票友的剧团了。对。红楼梦在那个剧院里面，现在因为我昨天是有听说，是不是叫小百花粤剧团也叫是吧？对，是朝阳区嘛？对，我知道这个团。对，就其实就是像他们其实能卖得完，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新龙门客栈的一个影响。我相信一定是这边的一个红利影响过去的啊，就可能就是现在的话，其实新龙门客栈的话已经超越了，就可能它已经变成一种非常一个现象级的一个戏了哈。那其实后续的话，就是您还有没有就是类似相关的就是计划呢？或者说是会把之前的一些戏重新的搬到咱们这个新龙门客栈这个场子？其实这几天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找到了一些就是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或者说来看了戏之后也非常有想法的，方方面面，不一定是我们戏剧界的，就是也有媒体的，也有这个搞影视的，搞传播的，我都会听取一些意见，看看下一步怎么能够意识可持续性，怎么能够一个新龙门客栈，3月28号开始演出的，其实到暑假基本上达到100%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还是挺忐忑的，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持续到年底。那现在看来，像前天开票之后2分钟啊，就是12月的17场戏全部出去了，对。而且有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陈丽君、李云霄军销组是比较抢手一点，但是2分钟之内4个卡司组全部卖没了，对。那我就觉得他不是说一定是冲演员的，他是冲这个新龙门的这个 IP， 冲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值得去研究的，我也希望能够给到我们现在的其他的院团、其他的剧种有一些可以去提供的案例，当然不一定啊，就是说每一个剧种都适应。最近因为戏剧节，很多剧种的带头人、团长啊，基本上他们买不到票来找我，我也就只能投降。我说我也没票子，他说那能不能加注？我说加注也没了。但是我们这儿有严格规定。我说我跟他们那个项目经理说，要么他们实在想看，要么台阶那儿让他们不可以的，毛老师。要走位要
对我们不可以的。他说这不能打破这个我们的管理的这个模式啊。那我就觉得我很尊重他们的现有的这种运营方式啊。然后我就在想，今年我们能做到年底，就说明这个 IP 它一定有它自身的一个原因在里头。那这个原因是需要我们去寻找的。最近有几篇写的不错的文章，比如说那个前段时间杭州品质生活，要把我们这里成为今年的2023年的品质生活的一个现象啊。然后可能要选评吧啊。然后我们提供了几张票子，邀请了他们这个品质生活的这个他们买不到票嘛，我们也是想办法从戏迷观众里倒买出来啊，然后邀请到他们去看。但是我要许诺的，我今天要你1张票，我下个月还你2张票，我得要还人家2张票。然后我们的黑金卡会员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因为他看过很多场，我说我们这里因为有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看，我说你能不能支持一下？因为我们实名登记嘛，都知道谁来的人多了，我们就会去找他们一下，这样。刚刚一说有点打断了。没关系，我们那个对，收回来说到那个就是未来的这种发展当中啊，我是觉得一个是可能给到一个思考。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戏剧节的这个参演场，曾经我们的剧协的陈永泉书记来看完我们这个空间，他就说这是一个粤剧的实验室。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好的不得了，让我联想到了《觉醒年代》陈独秀说的监狱实验室，实验室监狱，我们也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觉醒作用啊，就是觉醒年代的这个实验作用。假如说能够给我们这个当下时代传统戏剧能够真的提供一点点思考的话，我觉得这个价值是非常值得去付出的。也是应该说，我这么多年来，最近有些媒体，比方说时尚媒体啊、平面媒体上，也会来问到一些，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做这样一件事情？你的这个推动力是什么？或者说你自己有什么思考什么？其实我说这个就是我到明年从艺45年了，其实我大概40多年吧，40来年来，我就一直在尝试。所以不是说我突然之间想要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一直在这样做，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变过。我刚刚好像记得你们这个题目里头有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觉得真的这个任何事情啊，一定要扎下去做。